啊，你即管考個放馬過嚟啦。第一條就咁難啫。我估係1964年啦。我估係 B 1964年。我估係 D 1983年。點解咧？我覺得冇咁耐嘅，最近係呢個答案。正確嘅答案係1964年，即是係61年前。當時係由港大外科學系主任 Professor G. Beyond 成功為一位心臟病人進行開胸嘅心臟手術。呢個手術係一個劃時代嘅突破，亦都奠定咗港大外科推動技術革新嘅精神。時至今日，我哋港大外科唔同嘅 division 秉承呢份精神，繼續探索同埋引入嶄新嘅技術，例如唔同嘅微創手術，多次成為香港甚至全球第一，努力為病人帶來更好嘅治療選項。人心傳承，共創未來。人心傳承，共創未來。